台南市长王伟棣亲自拍锣鼓，宣布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正式开始训练。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为青少年国家团创团来做准备，同款伫今年举办训练营，经过严格精选，总共有来自全台52位学生参加。我们归仁文化中心作为活跃基地，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团就在这边生根发展。从去年的活跃营到今年，我们的台南市青少年国乐团的创团音乐会。校员透过专业指导甲团队的训练，伫6天的时间内底，提升家己的演奏技巧甲音乐表现，并伫咧8月6号这天举办点石成金新团音乐会，展现家己的成果。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将来在我们青少年民俗乐团的这个表现，我们未来一定是能够起一个起头羊、领头羊的作用，能够跟各校的民俗管弦乐团以及国乐团有更好的一个互动，那能够让台南青少年的这个国乐能够更好。借着台南市青少年国乐团的创立，彰显出台南市对国家文化的支持，也希望让青少年一个优质的舞台，发挥家己的音乐专长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